台湾看世界，来看美国的疫情也是真严重，确诊的病例数超过200万人，死亡的人数都得要达到113000人了。但是因的总统川普也是真坚持，要赶紧来恢复正常的生活，所以美国各州嘛拢慢慢咧解封。这哈佛全球卫生研究所的专家提出着警告。 在美国，若要重新来采取着严格限制措施，到9月，美国的死亡人数恐惊会增加到20万人。美国是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患着的人数上侪国家，加上最近示威活动是有够侪，恐惊未来这几礼拜患着的人数会持续大量的增加。 哈佛全球卫生研究所所长贾哈就表示讲，美国9月份死亡人数超过20万是一个合理的估计，而且疫情流行未伫9月结束。 Somehow, as a country, we have decided that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Americans dying from this virus is okay, and that is unbelievable to me. 贾哈表示讲，这是因为美国是唯一一个伫疫情无回到可控制的情形，就宣布重新开放的国家。 因此，就算劳工部11公布的数字显示，头一摆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，为3月底以来就一直咧减少。申请救济金的总人数嘛，伫5月30这一礼拜降到2090万人。不过，美国各市11油元当上三大指数拢败超过5%。道琼指数更加是大败1861点，创下最近3个月以来上惨的表现。美国社会现况无论对倒一个方面来看。 敢若拢互人无法度感觉乐观，不过决定要展开竞选活动的川普总统宣布19将伫奥克拉荷马举办造势大会，而且现场未实施社交距离，嘛要要求民众挂喙罨，要展现美国已经度过疫情的景象。